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过年的风俗，正月初一，讲要带一家大细出去行村。行村，台语安尼写，行村。行村就是拜年，就是正月初一，经一个良辰吉时，经一个吉祥的方位，到亲戚朋友因兜拜年，也则是去庙里拜拜，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。啊，行村的村甲食村的村同音，讲行村啊行村，愈行就愈村。行愈济就村愈济，表示富足，表示吉祥。过来开春，也就是春头，一般是咧讲农历的正月，也则是立春的前后。啊，若暮春就是春尾，就是农历的3月，春天的尾期。春天是百花召开的季节，会当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。像报春花、迎春花，都拢是属春天的花蕊。啊，若日春，就亲像伊的花名。日日拢是春天，用要规年烫天，拢会开花。过来，青春永驻，台语讲永远青春；妙龄女郎，台语讲青春少女；花样年华，台语讲青春少年时。啊，若老来俏，讲下做老青春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行春实在真趣味。